為咗小朋友嘅讀書同成長需求，室內設計又可以點樣配合呢？啟德跑道區配套優越，有屬於良好教育資源嘅34小學校網，同埋九龍城中學校區，有唔少家長搬到嚟都係想仔女有更加好嘅成長環境。有好嘅外在環境，屋企設計點樣滿足仔女生活同埋學習需要，都係好多家長頭痛嘅問題。今次我哋設計雲景呢個3房單位，屋主一對仔女目前雖然年紀尚細，但係隨住成長一定會有越嚟越多嘅書、衣物同埋雜物等等，所以我哋都係規劃返2間小朋友房，各配備全高嘅收納衣櫃、書台同埋書架，以滿足長遠嘅使用需求。考慮到屋主現階段未必放心俾小朋友自己一個瞓，我哋特別訂製咗子母床。咁夜晚嘅時候，家長或者工人姐姐就可以陪住小朋友啦。設計整體係以輕奢風打造，帶俾戶主一家溫潤優雅嘅生活格調。將想像由藍圖變做現實，打造一個專屬於你獨一無二嘅空間。我哋喺@design等你。